大家好，我係瑞豐置業嘅 Matt， 今日帶大家睇下北倫敦呢度最特別嘅單層 Muse House。雖然佢得一層，但佢係擁有 freehold 永久產權嘅獨立屋。歡迎嚟到 Palmer Green 嘅 Brook Muse， 呢度係一個私人封閉式社區，出入有電閘，保安極之嚴密，住得好放心。入到嚟裝修非常精緻，重點嚟啦！呢個單位原價要成435000鎊，發展商依家誠意減價，只需38萬鎊就買到。全屋仲配備晒頂級 Bosch 廚電，一收樓就可以入住。呢個係最受歡迎嘅一房加書房戶型。呢個獨立書房空間感十足，仲連住一個私家庭院。無論你係要做 home office 定私人工作室都啱晒。區內校網仲非常優秀，好似聖 Anne's 呢啲 outstanding 名校就喺附近，係好多家庭嘅首選。主睡房採光極好，而浴室就用咗高端 Grow Head 配件。Palmer Green 呢區生活配套好完善，行去車站只需15分鐘，半個鐘內就返到金融城。呢度生活節奏舒服，仲鄰近 Broomfield Park 綠地。目前9棟物業已經賣出咗4棟，最後幾間精選單位手快有手慢無。想把握呢個震撼價，預約聽日睇樓，即刻聯絡我哋瑞豐置業嘅 Matt 同 Steven 啊！